解释了，突然我觉得自己好愚蠢哦，怎么一直拼命的要跟你解释，不停的要跟你讲道理，何必呢？不必要。位置不同，少言为贵，认知不同，不争不辩，三观不同，何必浪费口舌呢？就算我是对的，我也没说你是错的，我心安理得，你高兴就好就好。我做事不需要人家都理解，都喜欢我，没办法活成人人都喜欢的样子，懂我的人不用解释，不懂我的其实也没用，所以我不想解释，不解释了，不解释了。突然我觉得自己好愚蠢哦，怎么一直拼命的要跟你解释，不停的要跟你讲道理，何必呢？不必要。位置不同，少言为贵，认知不同，不争不辩，三观不同，何必浪费口舌呢？就算我是对的，我也没说你是错的，我心安理得，你高兴就好就好。我做事不需要人家都理解，都喜欢我，没办法活成人人都喜欢的样子，懂我的人不用解释，不懂我的其实也没用，所以我不想解释，不解释了。我做事不需要人家都理解，都喜欢我，没办法活成人人都喜欢的样子，懂我的人不用解释，不懂我的其实也没用，所以我不想解释，不解释了。